中华溪州的赤雅鼻圳是台湾第一条干涉的水圳，也是农业的重要水源。较早这水圳边啊有囡仔生水、人洗衫，也有牛运水画面，即马是看无啊。那在地文化协会也透过办展览，希望找找这赤雅鼻圳因过景致，也有故事。这幅图上细甲看，溪底有水牛在浸水，步岸边拢是水田。赤雅鼻圳产业文化协会举办赤雅鼻记忆展览，用2个多月的时间调查，访问在地农民，重现早前赤雅鼻圳的景色。当时啊，其实日本来的时候，农业台湾其实家家户户都在养牛，然后到了夏天，天气很热的时候，水牛都会到这个水圳里休息，所以沿途整条水圳都是牛。溪州是落水溪冲积出来沙洲，本地无适合种植。伫8月当前，先民为溪州乡大庄川引水，设头一条关设的水圳赤雅鼻圳，溪州才开始发展起来。过去先民也用落水高土起厝造桥，所以主办单位嘛参各校仔合作，要带小朋友进北家乡这条重要的水圳。阮带小朋友去赤雅鼻圳行行，去堤防遐行行，因就看到讲，为虾米遐有炮台？为虾米水圳内底有粪扫？嘿，因看到就是即马赤雅鼻圳的样貌。主办单位表示，赤雅鼻圳这8月年来有真侪变化。这届展览有老农民的故事，学生参在地青年的创作，希望透过展出，有更较侪人做伙来关心农村的发展历史，了解土地发生的故事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